今日嚟到長沙灣嘅恒匯新樓盤，地址位於青山道439號。由荔枝角站出發，步行約8分鐘到樓盤。依家我哋睇恒匯嘅22樓 D 室，屬於兩房單位，實用面積309尺。依家我哋入單位睇下。廁所比較特別，洗手盆就喺廁所外邊，美光設計，有浴室寶，開放式廚房，附送有微波爐、煮食爐、雪櫃、垃圾桶同埋儲物櫃。第一間客房，對房外嘅景觀有少少山景。依家去睇第二間客房，第二間客房嘅外景觀有少少山景。呢個我覺得唯一露台附設有放咗冷氣機室外裝置，同埋附送咗洗衣機。露台外嘅景觀係有少少山景，同埋望到明愛醫院。多謝收睇，如果有興趣呢條片嘅話，歡迎讚好同埋訂閱我哋。多謝晒，拜拜。